暗访通常会伫即个7月份了会来举办，啊，就是这其实拢无法度去安算当时啦，啊，就是7月就是咱你讲4月是几个嘛？啊，几个就类似讲，咱即摆学校的囡仔要开学去学校，但是总是有1、2个囡仔无想要去学校，然后就即个时阵，就爱王爷来甲拽部分夜鬼甲收收安尼，甲带转安尼。7月这个时阵，就是大家应该要做阵来离开。对，啊，毋过会有较搞怪的，较搞怪留伫遮。嘿，所以迄当中就是暗访的主要就是要甲咱地方的刷开甲送走。所以咱现主时咱看即个影片，那是我前几年甲朋友带朋友来鹿港的时阵，拄来暗访的时阵哦。你看人讲其即摆暗访哦，真闹热，迄甲上较早的暗访无共。上较早暗访可能是角头内的王爷去出巡安尼哦，啊做庄严的，啊有这大梨啊、阿里头前，啊王爷伫后壁安尼。啊，即两顶叫做类似讲，今仔日耗子甲我拢是中华人，看中华人足亲切的无？啊，两间丢到咱小可爱刹住一个迄种感觉，嘿，就出来迎接一下呢。所以鹿港的暗访，我感觉讲是真代表鹿港的即个非常哈酷的夜生活啦，都要呛食物的话哦，我拢会特别来带我的朋友来鹿港现所来看倒一个这暗访哦，啊来感受这种鹿港上传统、上迷人，这是一个固定，伊也无共时代诶，即种送样伫鹿港这所来发生。